各位大家好，今日係耶穌是誰系列，題目係主禱文的背後。經文記載喺11章第1節至到第13章第9節，全部都係耶穌喺一日裏面帶領門徒走過嘅一段非常之崎嶇同埋富挑戰性嘅旅程。咁我哋點知道呢個咁多事件嘅發生係喺一日裏面呢？因為通常耶穌開始一個工作嘅時候，佢都係開始於一個禱告嘅。11章第1節裏面就講到耶穌禱告之後，先至教門徒呢個主禱文嘅禱告。然後13章6至9節呢，係經過咁多事件之後，耶穌落咗一個定案或者叫判決。就着主耶穌嚟講，佢點解會有呢個判決呢？就係好似佢自己嘅主禱文裏面所講，叫天父嘅國降臨，遇到好多嘅事情，最終就着以色列人猶太教嘅前途有一個判決。喺嗰個判決裏面呢，耶穌好清楚講，佢話佢有3年要揾果子，但係揾唔到。呢個亦都係呼應佢作工嘅時間。佢話再俾多啲日子，呢個就係佢從呢度開始冇幾耐就上到耶路撒冷被殺受害啦。就着佢嘅門徒嚟講呢，呢件事呢，呢一日呢，就係喺佢哋完成門徒訓練之後，佢哋覺得哇，跟隨主其實好爽嘅喎，係嘛？可以醫病趕鬼，有耶穌嘅授權就得嘅嘞噃。佢哋甚至相信有耶穌嘅授權，佢哋可以好似以利亞咁，叫火從天上降下嚟。但係真正當佢哋跟隨耶穌進入呢個各種嘅猶太教尖端分子嘅挑戰嘅時候，佢哋實際上就感覺到非常之懼怕。當日耶穌趕出一個鬼嘅時候，啞巴鬼嘅時候，猶太人話佢係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趕鬼。咁你估門徒聽到之後會有乜嘢感應呢？會有乜嘢內心嘅感受呢？然後緊接住佢嘅即刻就有一個人，佢其實就係代表一班人。佢問耶穌可唔可以顯一個神蹟俾佢哋睇？耶穌照樣拒絕佢哋，並且教訓咗佢哋。然後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去佢屋企坐席。耶穌一入去，佢就指責呢個法利賽人嘅屋主，就指責耶穌食飯前唔洗手。嗰餐就食完嘅時候，呢一班人係催逼耶穌，試探耶穌，引耶穌，希望佢亂講嘢，要攞佢嘅話柄。個氣氛係非常之糟糕嘅。經過咗呢件事之後，門徒其實有冇咩感覺嘅呢？嗱，你要留意喎，而家門徒對耶穌嘅認識呢係有幾年嘅時間，但係佢哋唔係真係認識耶穌係神嘅兒子，或者對呢件事認識唔夠深嘅，所以出嚟嘅時候，佢哋有乜嘢反應呢？我哋睇耶穌點樣講，點樣勸勉佢哋就知道噶啦。喺12章第5節裏面，不要怕他們。12章第7節裏面，要懼怕。並且呢，耶穌仲要加強咁安慰佢哋。佢話：你哋比麻雀貴重好多啊！你哋頭髮都被數過噶。有天父喺背後，你哋驚咩嘢呢？並且就着之前嘅衝突，喺食飯嘅時候嘅衝突，佢話
耶穌更進一步話：嗱，你唔好唔認我啊，唔好唔認我係你老師啊，因為你喺人面前認我，我將來喺使者面前就必認你哋。你如果縮沙唔認我，我將來亦都唔會認你哋噶。所以從呢幾句耶穌嘅說話嚟睇，門徒喺呢個鴻門宴裏面呢，係驚得好緊要，懼怕得好緊要，亦都憂慮得好緊要。所以耶穌先以呢3道關口嚟到勸勉佢哋，即係話第一道唔使劈唔使驚，第二就係話你哋比麻雀都貴重，第三嗱，你唔好唔認我吓，警告你哋先，你唔好因為驚咗佢哋而唔驚我啊！我先至係真正有權柄嘅人啊，先至係真正有權柄決定生死嘅人，亦都唔使擔心，萬一有一日呢班人當中捉咗你哋去，你唔使擔憂，你唔知點講咩好，聖靈會指示你哋當說嘅話。呢個喺12章12節裏面嘅。好啦，事件一件接一件啦，跟住有個財主就叫耶穌幫佢哋屋企人分家產。咁當然啦，耶穌拋咗佢哋走啦，然後耶穌又安慰佢哋咯。從耶穌嘅說話裏面，你就睇到呢班門徒，佢哋頭先見嗰個有錢嘅人走咗之後，心危危，亦都擔心跟住耶穌會點樣。頭先已經話咗，要同啲遇到啲有權勢嘅人挑戰，你都要認耶穌嘛咁權勢人走咗冇所謂啊，我食飯我有得食就得噶啦，係咪啊？咁而家呢個有錢嘅人都走埋，我哋亦都睇下耶穌安慰嘅說話裏面，反映咗門徒當時嘅心態係點樣。耶穌第一個勸佢就話唔好為衣食憂慮，佢用咗烏鴉嘅比喻，佢又唔種又唔收，但係佢都好光鮮啦，係嘛？生命都係好活躍啊。跟住亦都用百合花嚟到勉勵門徒，百合花唔做嘢嘅，但係佢件衫一樣好靚，天父一樣看顧佢。就算所羅門極榮華嘅時候，第3個人第3樣物件人物都比百合花都比唔上呢個百合花。最後佢總結話：你哋要用嘅嘢，天父都知道，你哋只需要求佢嘅國同埋佢嘅義就可以啦。留意呢個係主禱文嘅第一個主要嘅內容，先求佢嘅國。我們在天上的父嘛，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所以你可以睇得到整日嘅事件裏面，到呢度為止，其實耶穌係帶佢哋走緊主禱文嘅內容。願你的國降臨，然後耶穌再好長氣咁講，不要懼怕，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同頭先嗰個勸勉係同一樣嘅，唔使怕。咁證明咩啊？證明佢哋怕得要死咯。同埋點解要加個你們這小群啊？因為有權勢嘅人頭先坐席坐滿晒好多，出嚟嘅時候，耶穌同好多嘅人講道，數唔到咁多人嘅講道。嗰啲人有啲係壞人嚟嘅，有啲係支持呢個猶太教嘅。咁睇起嚟，耶穌同埋佢個門徒勢力咪好弱咯，
係咪啊？人數咪好少咯，所以耶穌特別加一句除咗不要懼怕之外，你唔好見到人多有財有勢有權就怕先得㗎。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然後耶穌轉過去就係話到，天父要將國賜俾你哋，你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勸勉佢個門徒要好似一個忠心嘅僕人一樣，準備好耶穌隨時都要翻嚟，亦都要好似一個有見識嘅管家一樣，好好管理神嘅教會。耶穌並且進一步話，我俾誰多就要向誰多要，鼓勵佢哋唔好睇其他人，你睇下我俾咗乜嘢嘢你就要向我忠心。耶穌亦都向所有嘅人講，或者向聽到天國福音嘅人講，佢嚟唔係叫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係去建立天國。喺建立嘅途中會有好多嘅紛爭，你哋自己要審量乜嘢係合理同埋唔合理嘅，並且再向呢啲群眾講，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呢個13章第5節。所以耶穌喺呢日嘅工作嘅最後嘅時間，佢對群眾講嘅說話係以天國或者話國，願你的國降臨為一個主旨，並且警告如果唔悔改嘅人都要滅亡。喺呢度我哋回到翻去11章1至到4節。11章第2節裏面好明顯就係講咗頭先我哋提到嘅國，天國，願你嘅國降臨。然後11章4節裏面就講到，我們日用嘅飲食天天賜給我們。咁頭先財主之後，門徒亦都係好擔心呢個問題，所以耶穌喺呢度亦都安慰咗佢哋，亦都教咗佢哋應該點做。另外門徒都有驚到腳軟喎。咁喺呢度11章4節裏面所講嘅，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呢度就係對應咗頭先耶穌坐席嘅時候，咁多人圍毆耶穌，門徒睇到都腳軟啊！所以你可以話一早嘅時間，耶穌就已經將今日將要帶佢哋走過嘅事情，預先藉着主禱文同佢哋溫習咗一次，而且呢一次唔係好似門徒訓練，全部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全部都係要拒絕並且指出真理嘅所在。其實主禱文之後11章5節至到13節係一個加強版，就係耶穌未帶領呢啲門徒進入去實際嘅天國福音嘅時間嘅路程，佢再次保證你哋如果去祈求，好似主禱文裏面所講嘅，你諗下，即使有個朋友半夜3更揾你，如果你情詞迫切嘅，佢都唔會拒絕你，更何況係天父呢？你哋向天父求魚，佢唔會俾條蛇你噶；求餅，佢唔會俾個石頭你噶；要雞蛋，佢唔會俾個蠍子你噶。你哋雖然唔好啊，但係你都尚且知道要將好嘅嘢俾求你哋嘅人啦，咁更何況天父呢？所以呢個主禱文嘅主角其實係向天父直求，然後就開始咗頭先耶穌一整日嘅行動同埋挑戰，
整個行動亦都係一個宣判，因為喺13章6至9節嘅時候，耶穌再用咗一個比喻，表示咗佢已經審查咗猶太教執行律法嘅情況，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系統究竟有冇執行到律法，以致藉着律法可以有人因信稱義，係因行律法稱義。正如第10章末尾嘅時候，主禱文之前就有一個人，一個律法師試探耶穌，佢話律法我哋可以嗰個律法師話問耶穌，試探耶穌，因為佢個門徒係記載低佢試探耶穌，雖然佢睇起嚟個態度說話係好，但係在場嘅門徒係話佢試探耶穌嘅。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後耶穌問佢律法上記載嘅係乜嘢嘢？所以可以睇得到律法如果行到出嚟嘅話，呢個人將會得着永生。所以得永生就係律法嘅結果子。但係喺13章呢度嘅經文裏面記載無花果樹嘅比喻，耶穌就話我已經忍咗呢個樹幾年3年啊，佢準確指出佢喺呢度工作有3年咁耐，周圍睇，上望下望左望右望，呢棵無花果樹一粒果子都冇結過出嚟。佢已經判定要將呢棵無花果樹斬落嚟，但係管園嘅人就話：等多陣啦，我試下鬆土啊，施肥啊，咁以後如果結果嘅，咪由佢咯，係咪啊？故當日就完結喺呢一度。所以喺呢個最後呢句說話裏面，我哋就睇到耶穌已經判定律法一路都冇結過果子，甚至佢嚟審查嘅時候，佢唔係嚟改良喎，佢係嚟審查啫。園丁就負責改良改善個土泥土啊，但係耶穌係嚟審視有冇果子啊嘛，冇果子咪斬咗佢咯。所以呢度係耶穌一個重要嘅決定。再過多半年度，基本上耶穌就執行咗呢個決定，佢以成全律法上嘅義開立咗新約。所以喺呢度我哋睇耶穌所講嘅說話，就會睇到門徒經過咁多件事之後，每一件事之後佢哋嘅心態係點樣樣，以致耶穌要好多時話唔使怕，要怕嘅係我又安慰佢哋，你哋俾好多嘢都貴重啦，你哋求麵包冇理由俾個石頭你噶啦，係咪但係你唔好唔認我喎，呢個就大件事喎。你哋每日嘅飲食，天父都會賜俾你哋啦，咁當然你要你求啦，係咪啊？合理嘅需求，天父唔會唔俾你噶。甚至百合花嘅榮美比所羅門最榮美嘅時候都仲要榮美所以呢一度全部係耶穌教導門徒點樣執行，去到將來佢死而復活之後，去到世界各地執行天父嘅旨意，將天國嘅福音帶到去世界各地。你要留意呢啲門徒呢，佢哋係真實有一個對耶穌嘅經驗嘅。點樣睇得出呢？因為12個門徒喺世界各地，喺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年紀，都係孤零零一個人為耶穌殉道嘅。呢個對比係咩呢？對比就係如果有啲人想殺害你哋，殺害啲門徒，啲門徒咁啱困埋喺間屋裏面，咁唔緊要啦，大家
飲一餐飲一大堆咁啊，亂立立乜嘢都唔清楚，死一齊死，係嘛？幾轟轟烈烈啊！好多人都有咁嘅意思噶嘛，係嘛？但係佢哋唔係咁，佢哋12個門徒係喺唔同嘅地方獨自嘅為耶穌殉道。呢個就係佢哋唔係一齊有一個搞個團體氣氛興高采烈嘅而係佢哋每一個人都見證過耶穌嘅神蹟奇事，以致刻劃在佢哋心裏面，亦都受過門徒訓練，更加耶穌帶領佢哋真實去經過呢個耶穌嘅帶領，走過挑戰困難，並且佢哋記得耶穌嘅教訓，要做一個忠心嘅管家，要做一個忠心嘅僕人，有見識嘅管家，所以佢哋先至可以獨自嘅在唔同嘅地方為耶穌殉道。願神祝福佢嘅話語。